好，今日设计本太介咧，就係六二劇團咧，吼，孔融唔用理哦。今日咧咩同歡喜吼，家下有設計過嘅吼，就係佢嘅孔融嘅阿哥吼，孔包吼，就係阿寬做嘅呀角色。然後來到現場嘅咧，就係孔融哦，車飛卷吼。大家好，我係車飛卷，我係孔融本人啊，唔過我係細妹嘅哦。係哇，做乜解孔融吼，嚟以細妹嚟做喏嚇？孔融唔係啲歷史當中係寫來咩？佢真係寫來嘛吼，孔融。係啊，用咩係細妹嚟做戲喏？孔融他本来是个男生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为什么要让一个女生演呢？其实让女生演有一些好处啊。你看啊，像这个杨丽花扮这个男生的时候，那个扮相多么的俊俏啊。那有按你讲的意思就是阿寬冇俊俏就錯嘅。对，那另外呢，就是像一个女生演的时候呢，她质感就比较清新脱俗。哦，你的意思就會講吼阿寬冇清新脱俗嘅嘛？对，那再来就是说她的这个体型啊，也是需要考量的。就是我们在舞台上面的这个扮相啊，还有这个身高啦等等的，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在視覺上看起來安尼。对，視覺上看起來就是要有一個整體的考量。那總不能說哥哥比弟弟好像矮啊，在小朋友的這個年紀，大概除非是用身高來分就錯嘅，可能都會骨種啊、個種可能較有差啦，可能個面會比露台較矮些嘅，沒有咩骨小嘅話吼，可能就較小一些嘅，可能個笨蛋就會比露台較高一些嘅。對，所以在戲裡面我們設定的是說孔融他是10歲的年紀，那麼哥哥呢大概就差不多14歲左右啊，骨種誒，對，到了國中，那麼這個在發育上面呢，他應該是差不多就要高一些。故所飛卷就係養啲身高啦，係冇？係安尼講。因為安尼人係烏生嘅。唔講廿八項做廿孔融吼，嚟做廿隻角色吼，唔講唔看到伊也一名係唔用理咩吼，本但孔融係咧當有禮貌，用本佢阿哥嘅哦，唔過廿八嘅劇情吼劇本地度係唔用嘅呢，係啊，唔看到廿劇本嘅時間要想講用嘅嚟詮釋廿孔融廿隻角色。因為我感覺哈，也甲劇本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雖然是古裝嘅，不過給人家觀眾也係亞海你，現推嘅，現推你。所以導演在寫劇本的時候，他有一個設定是這個家庭的有趣，後高的地方，就是他們對於禮的執着，所以係大家就會上嘅就錯嘅，家下有講，對，萬人就會搶，對，所以孔融他除了大家對他的印象係懂聰明，佢係咋細年呢，很天真、很純真之外呢，還有佢同佢阿爸、阿妹，還有老哥，還有阿姐之間的關係係懂好高誒，就是因為他在這個家裡面佢親生，所以爸爸媽媽就會講，佢親生咩，你就讓嘛，該就讓佢。所以孔融在這個在這個劇裡面，他是比較任性的，有點像孩子王。然後就是爸爸媽媽會有點怕他，因為太寵愛他，所以就會本來耶。對，有點就是目中無人，有點自以為是。可是他其實還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孩，所以在劇情最後的時候才會反轉，就是他開始去思考，當每次大家都讓他的話，大家真的開心嗎？然後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大家想要吃梨這種問題？對，才有一個 happy ending。哇，也聽起來係幾10歲小朋友按到嘅想法呢，咁10歲啲就想佢喺動音性啊，嗬，而啲也下嗬也咩有講到嘅，也係現代人嗬，可能講嘅人較少些咧，可能就一胎一子。有冇就會懂種佢嘛？吼，就會知道佢就太寵他了。乜家東西就本愛細年嘅啊，乜家也咩係也愛上看奶爸爸媽媽愛上一下，可能對自家嘅小朋友咩造成嘅乜家影響，可能咧佢自家一剎啲不卡啲度就冇乜家好分享嘅，因為乜家就愛嘅。
其實也咩係也隻戲劇為本大家知道嘅一個教育嘅意義就錯嘅。唔過剛才有講到啊，孔融嗬係14咩嗬，14唔過係上飛卷看起來，看起來咩係咧阿姐啊，嗰啲呀詮釋嗬，第一做呀戲嘅時節嗬，要做乜嘅上網係去改編嘅素材冇？有啊，第一張就係個上，因為我也下躺起來係較大。不過4年呢，他還沒變身。比如說，我演孔融的時節，佢嘅較講一些，較講 key 會比較高。然後因為 key 比較高的話，在小朋友聽起來的話，比較有辦法 catch 到他們的專注力，對，讓他們比較可以就是專注在我說什麼的台詞上面。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4年呢，較好通，所以肢體方面就會這樣噠，比較拍一些，比較一個是舞台劇，它動作會比較大，然後一個是小朋友會比較沒有辦法定性，永遠就前面嘅就坐定就做我哋婷童，就做你可以哈啊，有舞台當空有人代替我哋嘅婷童啊，感覺就錯嘅。嗰時候人家都得用孔融來共化一下冇？好嗎？係啊，好啊。來小解一下孔融唔用力，入係係唔用力嘅孔融係冇？係啊，像第杯呢，我愛結聽也離愛用個實，比如我就講，好，我決定了，這些禮全部都是我的。誰俾你？有，嗰時候呀，像呀音調啊，含係佢聲音嘅表達嘅呀方式吼，可能咩愛老套言啊，來做咧溝通啊，來角色的詮釋，這也是需要溝通的嘛。啲呀戲劇地度，用嚟做戲安嘅。其實我們在排一出戲剛開始的時候呢，我會盡量試着讓演員他們除了就是了解全劇的一個走向之外呢，那麼包括每一個角色我們大概都會跟演員做一個溝通，他角色的型是什麼型，那麼在表現上面他到了哪個地方可能會是什麼樣，他的動機是什麼，那麼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肢體以及他的個性是什麼樣子，我們大概都會先做一些溝通。那這個溝通完了以後，當然可能演員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我們能夠完全配合在一起，當然最好。但是也會有一些角度不一樣的時候，那我們還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哦，對，找到。你講係有冇強用冇平分的時間就談討厭的就好。沒有，導演很民主，所以他會讓我們有很多發揮的空間。對，因為我希望就是說，這個戲它不是只有活在導演或者是編劇的腦袋裡面，他應該也要讓演員覺得，就是說這個角色是他能夠詮釋的，深有同感。對，走出來戲卡刺眼起來。對，這樣子的話，演員比較能夠把他自己的這個個性或者是自己的這個想法，表達在這個角色上面。對，所以這樣子這個角色就會比較活，而不是完全就聽導演就是覺得這個角色應該要怎麼去詮釋。那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說，那麼在練習的過程裡面，在排演的過程裡面，那還是會有就是不見得演員雖然同意了或者是我們都同意了這個解釋、這個詮釋，可是其實可能表現上面不見得他表現出這種樣子。那麼我們每排一段，那麼就需要對，就需要做一些調整。那如果實在達不到我們希望的那個角色，甚至我們可能都要改台詞。哦，沒有可能就錯嘅。對，因為我覺得表達什麼最重要，就是觀眾看到什麼，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嗰個從入擺飛卷咩係替擺來做也孔融嘅，去年唔係唔係係冇。嗰個也咩係替擺來挑戰嗬，來寫咩來做寫來角色咩？而家佢講嘅出題也聲音可能4年嘅可能係寫來老寫咩可能聲音係冇乜個清態嘅差別啦嗬，還蠻變身咩嗬？自家知道啊，變咗一個寫來嘅時節嗬，有乜個清冇強用嘅素材冇？因為唔本來就寫咩咩係冇，看得出來寫咩啊？看睇你嘅假發去哪撇啦？係啊，我喺第一擺，我喺感覺嗬，除了喺寫來題之外，喺其餘係10年，因為我也哈卡路嘅咩，對，所以小孩子那個純真感，我覺得是比較難去模仿的，因為他們是很自然而然，就是會有這樣子的表現。唔過就係
让去做出来安尼？爱娘的做，幼稚园爱娘的做，看起来唔係硬做的，係親難嘅地方，係感覺啦。嗰時候就會做動作嘅訓練啊，從呢方面可看到嘅，就是人家就咩愛來排戲啊，嘛嘅來做動作嘅肢體上嘅訓練咩動作就錯嘅。因為來做呢個戲劇嘅演出之前，吼，曾經就像團長剛才有講過嘅，有動作嘅編劇啊、導演啊、指導啊，有時時會做呢個客家戲嘅話，又有課語指導啊、語言指導咩動作就錯嘅，有動作幕後嘅工作嘅人員就錯。嗰時候我家家好啲訪問也劇團嘅時間，我就知道。團眾吼，係有偏係冇用嚟做呢個劇團，真係懂聽呢。係啊，佢愛發帖嘅成立啊，吼，唔但搶係成立啊，還有錢呢。因為即個會請錢來經營一個劇團，像一個劇團係對2001年到一下有13年嘅時間呢，嗰時算係穩定嘅劇團呢，吼。勉強算是一個就是穩定中求發展的劇團。對，那當然我們自己在這個教育跟表演結合要做呈現的這條路上，也不是一直都很順利。啊，在剛開始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要推動這樣的一個表演藝術教育哦。其實多數的學校都會打一個問號，啊，那多數的這個主辦單位也會在想，因為在校園裡面以前做宣導，他只要出一個講師1600塊錢，他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了。也係一個團體，對，現在是一個團體，那可能每個人都要1600塊，對，那這樣子怎麼辦？啊，就對這個經費上面當然就是立刻就是增加很多，但是對我們來說呢，一個人1600塊錢，其實可能也還不是一個很好的這個經費啊。嗰個調擺時間就俾大家從呢方面工作的看到一啲學校地度做咧演出係冇，就係小朋友啲舞台大廈啲嘅看安尼，也同像係咧活動中心嘅用嘅係冇。對對對，我們大概都是在他們的活動中心，小一點的話在他們的這個視聽中心啊，但是大部分我們都在他們的這個活動中心，那可能全校的小朋友才能夠容納得進去。但是全校小朋友容納進去呢，那我們又碰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它的這個舞台設備啦，或者是音響設備啦，其實效果都不好。那一般的這個舞台，一般的視聽中心，或者是表演，對，它的麥克風可能就只有2支，但是我們演員可能有4個人、5個人要一起在台上做演出的時候，它同時這個聲音就會有很大的問題。常常我們會碰到一個很尷尬的狀況，大家在演戲應該是要很入戲的，可是前面又拿着一支麥克風。當中主持人，對，主持人會拿定係你講。對。嗰時候也畢竟唔係要參加到也嘅學校啲對啲嘅巡迴嘅過程係冇。係要，沒有就錯嘅。佢留啲嘅室內啊，做咧演出係動態無共用嘅插片吼。無共用，因為嘅觀眾對象無共用啊，學生他們平常就是上課啊都無聊，嗰時候佢來嘅時間，佢就想啊很好笑哦，然後就是心態會感覺有點不一樣，跟進劇場的觀眾感覺不一樣。哇，根本好也何況比寶寶嘅就係兩年劇團吼，家下有講到，一隻劇團吼已經有13年嘅歷史咧吼，13年嘅歷史算來有乜個神奇好高，有感動人嘅故事咧，一下等下吼就分享俾大家，一下先來睇看下。